童子两匹布。黄道婆出生在南宋淳佑5年，今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人。从小父母双亡，8岁卖给了乌泥泾赵家做童养媳。景定4年，公元1263年5月初2，松江乌泥泾赵家柴房。打死你这贱人！打死你这贱人！
相为所拆开，夫妻相为所拆开。驸马。景定4年5月初5端阳节的傍晚，长江口一小岛停泊的帆船上，走花步小路大，作坊造渡在口上，不惜早年关海上，这才老对共戴当。客上，今天是端午节，来吃个粽子吧。谢谢你了，我们舱内有着你，你来一道吃吧。哦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我回头叫声王三娘哎，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啷个当，侬要互动的你是哎。夜里真的出轨了，我明明拿出3个粽子，怎么就少了一个呢？这里向隆重只有3家头，
还是随便去问问看？不对，不对个。方才我对客商说：“客商，今天是端午节，你们来吃个粽子吧。”伊讲谢谢你啦，我们厂内有啥你来一道吃吧。不对，不对，夜里真的出轨了。听人家说，这里经常出水鬼，难道今朝我真的碰到水鬼了？侬是神还是鬼？老伯，我是神，不是。你不是神，你是鬼呀！我是好人，你不要传着我，你快下去！老伯，姐姐你，哎呦！你就饶了我吧！你下去！哎呦，下去！哎呦！阿弥陀佛！你下不下去？你真的不下去？那我对侬不客气他是鬼，他不是神。我是神，千万不能说老大，他不是鬼，他是神，快扶他上手。他真的是神啊！哎呦！多谢恩神相救。姑娘，看你满脸伤痕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随即父母的
不上前敬上一礼。师父师母在上，望不儿大礼叩拜。南宋咸淳元年，公元1265年春，海南崖州张家纺织作坊。十里家父事事里关心，修道作坊也本领，师
夫是娘对我好，不是亲人生情深。2年来积尘托心，无你尽。阿贵哥，为什么要我一心？福儿，今天来的真早，庄务里的事都打理好了，都打理关心了。呀，这里今的图文做得多好看啊，做得多细密，都没有短线。名师出高徒嘛，福儿做得好，也是师傅教出来的嘛。是啊，我的水本全靠彩凤师傅和大家教得好。裁缝，人家福儿是有灵性，我们放着是用手，可他放着是用心。是啊，你看，他像是在纺织机上加过纱线的办法，总是能成2根纱。你我可怜的想着这都合不拢了。你们在说什么啊？姐夫，我们在说你才是我们的好师傅你。哎，不要闹了，快去吧。明谦哥，你看福儿的礼金图案是他自己画的，颜色也是他配的，做得多精致呀！我看福儿的技艺呀，快要超过裁缝了。下次我才有的，怎能跟彩凤师傅比呢？龙飞凤舞，别具一格。哎，你这图案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是从这把银手上照样画下来的，是师母教我这的。画得好，你心灵手巧，再加用心揣摩，将来必成纺织能家呀！福儿，你将来成了纺织能家，可不要忘了我们啊！福儿，过来，你这补的技术也过关了。来，我来教你有扎棉机吧。哎，福儿，你见过扎棉机吗？啊，没有见过。从小在家乡是用手指拨的，我经常双手拨得鲜血直流。是啊，以前我们也是用手拨的，现在改为接触，与民接触。师傅，你慢慢教来，让我记下来。好。你认得字？上夫叫我认得几个，不认识的事我就用个记啊。好聪明，那你就记吧。它是由长着在机架上的2根粘角制成，上面的是一根小10斤的铁角，下面的是一根10斤比较大的木角，两角靠摇臂摇动，向相反的方向转动，将棉花围进2节间的空隙粘扎，棉纸随被挤出来，搂在而放。你懂了吗？啊，空隙、粘扎、铁角这几个字我不会写。我来教你。他心灵手巧，身聪慧，他虚心好养，神经贵，他生平侧重于可爱，他自私细致于审美，这样的女子是少有，殷切心里安在北。
宽宽。记得好，我来教你。哎，姐夫，你可真上心呀！你忙你的，让我来教吧。好。姐夫，你怎么这样偏心呀？我怎么啦？我告诉你，想当年你在我来访，到酒呀，一季季早已离年爱了江，几年来他对你恩情实在重，才我对你几乎也不差。你须知曲里美是风里走，你呀，你心绪才像槐花这话说我实气呀。姐夫，看你没脸色好啊！哎呀，吓你了。我来帮你去吧。哎呀，你不要紧我添乱了，你帮你的去吧。姐夫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喜欢喜欢，姐姐，明天啊，叫姐夫把你娶过来做儿房，哎，你们是好不好啊？好了好了，玩笑开大了，你们要向不二学习，好好这步。从今后我事务上啊，可不能同手同脚的。明谦，你说对不对呀？多谢夫人救命之恩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明谦你来快。宋江卡上书信寄，在天樱花同日品，明朝继续送出去，生意兴隆好事情。太好了，阿莲，不料都念过了美语，都念完了，就差这10篇。 10篇。阿凤，哎，樱花兰步完胜多少晚上8篇。 ？8篇。阿凤，不二，天亮之前务必要做好2篇。哎。公元1294年秋，海南崖州张家竹楼。思
阿莲，明天在你身边。我快要走了，阿莲，你要记住，李祖对你有恩，你要守着历经残年，你不要离开亚洲。阿莲，我会守着祖房，我不会离开亚洲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阿莲，阿莲，阿莲。我与你怀里连营，结丝笼。相思一门悄梦，你是少有的好丈夫啊，可叹我父命风风波。孩子们，十里门是照顾，都为你老来父辈好吃苦，我临死有时来相聚，总是望见你明天，阿莲，我一再不放心的就是你阿了。莲，不儿他稳重善良，我想把你交接过儿。明天不再说你想现在为妻一片苦心，让我放心的走吧。娘子她临终话中藏，要为我明前希望这特事起来难敌他，我手足无
无处难应当。唐沙此刻不应他，他纵使往昔心难放。唐沙此刻答应他，故儿当年竟难强。顷刻间多余生，心乱思忙。总有天大的事儿，也不能上临终之身谁同上。明妾，阿丽，阿丽，你快去把布儿叫来。是波儿，波儿，来了。波儿，你生他快要走了，他临终有话嘱咐你，快去，慢来。无论他说些什么，你都要答应他，让他瞑目而去。是吗？不儿，是吗？我一再留下你死无孤苦伶仃，我想求你照顾死我，把手谢老。把头谢老，师母她一句话儿送情景，于是台上呀头写不尽的情，报不完的恩，千恩万尽怎还抢我心底的情？30年苦水子，倾大一生，怎能够顷刻之间被非结盟？此刻我啥不易用，怎面对临终托付师母的心？此刻我啥来答应，怎对得起贵国英英一别心？以上是罗生父子乱方寸。天哪！你为何如此捉龙神？哎呀，捉龙神啊！明妾，莲，是吗？阿莲，是吗？是吗？愿你们
元贞元年，公元1295年春，海南崖州张家坊之作坊。娘子她临终一声情郎，是命牵一裳，心牵心成长。乡，我与他志同道合，这方。我知他心于苦中难自长，我岂能从中做根来勉强？我理应人生姊妹来相帮。我且把这万千情丝心内藏。布儿，哎，师傅，你怎么跨水回来啦？还不是怕你逃走？到这哦，开个玩笑，何必当真？怎么，你在哭啦？谁哭啦？看你眼睛红的，是不是又在想你的丈夫了？想念他又怎么样？如今我是笼中之鸟，瓮中之鳖了。你
怕我把你切掉。反正道不出你的谁扎心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那我明天是要大摆酒宴与你成婚。成婚？是你自己说的呀？我认识过来。那你一番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自己明白。我真不明白。那是师母临终之时，你叫我不管师母说些什么，都得答应。难道师母之言不是你的意愿吗？一番话不与神心得了，他无端在你情死了。王波儿，你呀，师母她孤见今生，临终一片苦心，她爱你，连你相信你，才来呈现我们。难道你真心上师母死不瞑目？难道30年相思你还不知我的心？难道师父是你不可相信的人吗？你说此话伤我，好伤心。你到我家30年上，我曾设言，我曾不当。既说你今日比我失了话，我怎于打开心扉诉衷肠？忘不了你言而不言，怎放谁梦里去心空里把夜长。忘不了那年少爱我病榻，在梦里细心照料
也想神梦里和睦相思可乐同享你不必顾虑大心房，为是我君子之心坦荡。我点点滴滴记在胸。曾记得当初一刚6岁中，杀父你相聚我明朝送终。曾记得寒冬腊月你怕我冻，你分几分寒天一用。曾记得你见我背的字
送。曾记得彩云比索要上师兄，因为是你不顾生命，推卸多业上山才呀，幸福有。曾记得乍算10岁出了错，你对我一算身叫心宽容。曾记得你到宋江把火送，你几番分心阿贵你我于是谁作动？你对我真的是心甜同用，今生有愧欠你的心，当求你加倍原谅我梦。只要你明白我的心就好。多谢师父。我已经打听到阿贵的消息了。真的？阿贵他身在哪里？此番我到吴语遇到吴尼经你的乡亲，他是你伯母早已过世。10年前，他和阿贵被朕取保临安。他现在怎么样？他为你矢志不屈，从今儿生死不明，要无应许。阿贵哥，我想让你回去看看。你让我回去？不，我不回去。为什么？我不忍心留下你不管，我要恪守师母遗愿，照顾师父终老一生。波儿，你的情我领了，我不用你照顾，我已经有人了。有人了？这是真的？是真的。阿旺的丈夫早已亡故，此番我和阿旺到松江，我们已经定了。定了？不，你这样做，不儿我于心不宁。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去世的师母啊！这样做才对得起我的心。师母在天之灵也会明白的。师父，我知道你知道就好。请让我教你一声不美。
你的，我会回来看你的。你不会回来的。为什么？你在那里为开花结果，开花结果？你在我眼里是一位坚强而非凡的女子。言送了。哦，姐夫，厨房里的棉花都用完。咦，你们怎么哭啦？阿翁，波儿他要走了。真的？啊，波儿，你真的要回去呀？啊，回去也好，你丈夫仍会在你。我知道了。波儿，你放心回去吧，我会照顾好姐夫，我与他。我知道了，恭喜你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难过了。叶罗贵跟波儿是早晚要回去的，你留得住他的神，也留不住他的心啊！啊，你们等等，我走了。唉。这是你最喜欢的礼金，请你留着。深远心境，我们师父，临别，我拜托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年年清明，带我到师母坟前上香3次，聊表我不孝之过。知道了。去粮食，你就为起床。竹筐里与我刚才的中药，你让阿凤姐讲好，连服几天。你不要难过了，放你真说，你也是啊。临别，我送你一件你最喜爱的东西。这是放着线不谋影，无论你遇到什么困境，务必要带着它。多谢了。太岁生前程，好景前阵子，别见何生，一
贞元年，公元1295年秋，海宁路途。孙家大都，哎，来喽！上船吧！哎。再问喽，开船喽！请问专家，这里到海宁省内还有多远？不了河就是城内了。终于到了，但愿苍天保佑我找到阿贵哥。再问喽，靠海喽！上海吧！孙家，多少银子？1个铜钱。谢谢你。今此生，举子举中好相强，貌似阿贵公举我娘，莫非我老爷昏花看出神？为什么他偏将我放？孙家，我想你当天一个人，何方神事叫我性命啊？
他本是松江华亭五年进生子，名叫赵阿贵。赵阿贵，你是？我就是赵阿贵呀、你是赵阿贵？我言为真，非你不娶，我不为病。宁杀一把。贵公不美。一顾梦，祖国30年，一顾念，相顾1万年，一方长地。满梦中怎样的情景满相顾，怎样的结不美，我老了。我也老了。哦，不美，来，快手下。来，手，快手下。不美，你是何时回来的呀？我从海南到这里已整整8年了。你受苦了。我心甘情愿。贵姑，别后你是怎样过来的？自从你出逃以后，母亲就把我锁在房中。后来她使你投家生房，我闻之我好，我就拼到了。不美，后来你到哪里去了呀？与你别后，我在江边徘徊。为了你，我不想死。后来等你好人相救，随旅到海南美生。你既然在海南安生，那为什么不寄我一封书信啊？一离后，天各一方，相思雨放断肠。缕缕传说不见尾，生死未卜心牵挂。落叶涨，黄叶香，年复年，几度长。只
唱的莫非有心人，我是诚意就心里该所避开。堂上我只可对答真经书，恐他官场剧烈痛悲伤。堂上我隐没不识情讲，只奈保护定为奴真相。五妹啊，你从此安心在我家，与我同把天人相。听他话总是有话，神色慌张，贼云大。莫非他已变了卦？莫非他已在了家？你引我北京离故乡，身体生所有谁靠报？自从上清相继房，我被诈病离家乡，最早让我家世出到昏路旁，害你人拒我他家把身藏。我给你关心要好上，大海
是你这一句话，苦苦等了漫长的30年。30年啊！我等啊等，盼啊盼，总想盼到这一天呐。谁知道我判断了这一天，判断了我唯一的精神，判断了我的心啊！你既有精神，当初别放我到生。不美，阿贵有愧非礼，求你原谅。不美，把你再刺痛一下。你不用死了。不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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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到哪里去啊？我死于归宿。不美，我知道你为我受尽了千辛万苦，可是你可知道我还你？是不是母亲骗我？是不是我在战场上身为重伤？我是不会再到今天的呀，不美，请你留下吧。你只当我没有来过。
好事为之。银锁一把送不美，见所以是见阿贵，愿他陪你相随，夫妻相为所拆开，夫妻相为所拆公元1295年，黄布尔告别了第二故乡海南崖州，回到了阔别30年的故乡松江华亭乌泥泾。当时，元朝统一中国已10年之久，内地的纺织技术远远落后于海南。每年朝廷要征收10万匹棉布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布尔见状，就挨家挨户地向乡亲们传授黎族先进的纺织技术。不知什么缘故，我扎出来的棉花总是不干净。不为的，棉头撒了好几天了。道姑师傅，道姑师傅，道姑师傅以小为谁？你有什么事吗？我家的杂棉既不灵了，面子拖不干净。怎么，你家杂技不灵了？是啊，道姑师傅，我的杂技也不灵了。你的杂技也不灵。你看，面中夹子，面中夹子，好奇怪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阿英，让我来试试。哎。天已晚了，
你们先回去，让我好好想一想。道姑师傅，你不要太累了。在何方？为什么东阳莫饮不一样？为什么命不知东北方？莫不是莫因佛子变了样，莫不是杂技车成语不长。莫不是面道纤维与断肠，莫不是两地水土雨一场，哎呀雨一场啊！得杂技细琢磨，再三观察。见两脚尖，空隙偏大，并在于他，并在于他，并在于他家女儿嘞，两地水土与反差，因此是生产面道不一样。这里是道小知晓，言语短，呀最是道大知大，理长。想必是年久距离不相当，必须要因地制宜，
乡亲们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道姑师傅，哎呀，道姑师傅，怎么了？没有什么，完好，完好啊！道姑师傅，你找到什么了？你们看，这面中夹子的毛病谁出在这里？两地水土气候不同，所以生产的面道也不一样。海南的面大，籽也大；这里的面小，籽也小。照李做的模样，炸出来的面花谁有夹子？阿根师傅，你来。你将炸出的2个棍子之间的距离改小一些，这样面汁必然脱落回放。原来是我们要因地制宜，可不能死绑暗逃哦。哎。1305年，黄布儿对海南带回的模具不断地进行改造革新，将原来用手拨子儿改成绞车，将1尺多长的弹棉弓改成4尺多长，将棉纺车由原来的单定改成脚踏3定，还推广了错纱配色、棕线切花等技术。几经努力，松江乌泥金的衣被闻名天下，黄布儿被皇上封为衣被女神。
定要的10万匹棉布都食苦了没有？冰岛谷都已食苦。好，好啊！道公师傅，有人找你。又有人来了，今天来的可都是贵人啊！慢慢相思，莫醉泪。三间真情最可贵。师傅，不美啊，我没有认错人吧？你没有认错人，王道姑就是王不儿啊！怎么我变了？你变了，变老了？一点不老，你越变越年轻，越问越没神了。师傅，你又想我了？你身上好香啊！我身上有什么香嘞？不香，不香？你常年熏在布里，已成了一个赤子女了。赤子女？看见他精神焕发，今非昔。端上一句美才心。看见他神采奕，金虎臂，玉墨一句美才兮，几多的心，几多的情，几心的深深难难得一知己。阿吕，快把酒扯上来。是。师傅，请手。动手。师傅，多谢你路远迢迢前来看我，让我敬你一杯。多谢不美。师傅，这些年来，你和阿凤姐过得好吗？我阿凤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当年是我编的一个谎言，请你谅解。这是个谎言。今生我
我只知道你会惦记着我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这是个谎言？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师母的3天之礼。哎，你哭什么？我不是我的好好的吗？啊，你回来找到你丈夫没有？他在海宁早已失踪，父内我为想救其道观，从此我就成了亡道姑了。海宁不测失了心，我谁的心相在明，我于是黑夜马路去赴门，梦想起母亲的遗言，师父临别的叮咛，都梦里赠我母子这千金，记起我逝去的心与万文，为故乡举起道观办作坊，本以为放下这部举身证，恰不料面部小路须去他，到后来一错而真生疑心，司令请西郊八方来取经，上门艰难避，方来救心情，放着本是不儿的爱，放着本是不儿的命，只愿我放弃命上无月，放着天下本。冬梅，你能有今天的证据，我比才多高兴啊！你真不愧名为不儿。不儿能有今天，不妨师父教诲。冬梅，我想对。带我回去。
是命中。举红民不聊生，令人心痛。谁明爱得谁忘风？看今朝宋江已被桃园深中，我岂能风度而飞来高中？他情深深，一流流，我一个不是真杀头。相识到相知，阴差阳错终难容。他为我生痛个哀怨，我梦他为我一个谎言苦心用，他为我未必是我的意愿啊！真诚欣赏他满腔孽亡恰不空。为我所欲，是你在为你所惧。梦儿呀，你竟是
也送你几个诗。童子两匹布。黄道婆用一生的精力创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工具。当时，松江乌泥泾的纺织品远销海外，黄道婆在国际棉纺史上具有崇高地位。公元1330年，世界文明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棉纺之家黄道婆逝世，享年85岁。你们要向布儿学习，好好织布。布儿，过来，你织布的技术已过关了，来，我来教你要织棉机吧。